3。生日快乐，梁夏！快许愿吧。梁夏，10年后呢，我还在这儿给你过生日。到时候我要在这儿向你求婚，你会答应我吗？ 毛亮，你不说过1个小时之内就过来的吗？怎么现在才来？我说这么多好地方你不选，非要选择这学校，一路堵死了。咱们来这儿干什么？哎呀，别装了，还不知道来这儿为什么呀？不知道。不过好久没来学校了，一点都没变，还那样。毛亮，你今天说过要给我惊喜，是什么呀？现在就迫不及待了。 喜欢吧？我现在呢，要郑重的向你宣布一件大事，我要去美国了。你说什么？公司给我个连升2级的机会，让我去总部工作2年。今天王总已经通知我了，说我的调职申请已经通过了。毛亮，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吗？对呀。 你不高兴吗？把我当什么了？你有想过好好跟我在一起吗？怎么了？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知不知道我为了这一天，我期待了多久？我准备了酒，特别选在了学校，在这儿，就跟我说这些。公司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不应该替我高兴吗？ 毛亮，你当时写这封信给我的时候，你有想过你10年之后会这么对我吗？这什么？这不是我写的。你说什么？你来也没多长时间，肯定有好多地方不懂。哥啥都懂，哥来了时间这么长，哥肯定能帮你。 说话啊！你看，哥每天在这儿也算一个大小不错，也算一个保安头头，你看。毛亮，确定这信不是你写的吗？废话，我的笔记你们认识吗？上学的时候还有谁呀？ 有谁都比有你好。梁夏，不是，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说话别那么冲行吗？有话好好说可以吗？你不是决定出国了吗？那行啊，那我们也别耽误下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毛亮，10年前的今天，你在这儿跟我许下承诺，你说28岁我生日这天，你就会跟我求婚。你没有准备没有关系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你愿不愿意跟我结婚？
梁夏，以咱们现在的情况，说结婚是不是太早了？哎，咱俩都不是小孩了，咱俩的事儿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？有什么可聊的？你不是不想结婚吗？不想结也不结呀。咱俩分手吧。不是，感情不是儿戏，你能不能别动不动拿分手威胁我成吗？毛亮，你别太自以为是。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儿戏的事情，就是在17岁这天，选择跟你在一起，是我更加的真实。我为了你这个破承诺，我等了你10年。那你要我怎么样？你要我放弃升职的机会，跟你结婚生孩子？我是男人，我做不到。行了，你做不到，就不要在一起。行。老亮，这个是你10年前最爱吃的，专门买回来，就是想找回以前的感觉。真的觉得，我真的太可笑了。毛亮，喝下这杯有酒心巧克力的酒，咱们跟过去说再见，从此一刀两断，你去你的美国，我过我的生活。亮哥，想不到吧？在这么重要的时刻，咱们10几年老同学，咱们怎么能不到呢？天哪，梁夏都感动的哭了！真是恭喜你们啊，真是替你们高兴呀！你们已经求过婚了 ，Oh my god， 这简直是太幸福了！我天美丽什么时候才能等到这一天呢？梁夏，我们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打扰什么呀？这是喜事儿。亮哥，打个样，亲他一个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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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！来！其实我们2个人啊，还什么呀？亲一个，亲一个，1、2、3。干什么呀你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不知道啊。不会是在做梦吧？可让我抓着你们了！亮亮，梁夏，你居然敢勾引我男人！
那是援交？当然是了。虽然你还没有接受我的告白，但是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，知道是他勾引你。你不用管，让我来。上！啊！快出去！擦他！让开！让开！勾引他！勾引他！在做梦。兄弟，老妈！加油！哇塞，梦里迷宫。老二。哟，何爽同学，帮我拿回教室。今天走到这有意思。李老师，多大年纪了，还没结婚吧？说什么你毛病？这不是鞠躬尽瘁、死在讲台上的杨天来老师吗？你这身体不行，下了课就去医院检查，知道吗？你在说什么呢？以后上课不准气杨老师，知道吗？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他老婆要来学校闹我。毛亮，你简直是莫名其妙！给我站住！干嘛？还没打够啊？知道自己错了吗？现在你给我对天发誓，你永远不会和毛亮在一起。呸！就毛亮这样的，倒贴我都不要。哎呦，你还把他当宝了？喜欢他就好了。你还敢说毛亮啊？我已经够受委屈的了，所有人都敢欺负我，现在梦里小屁孩也敢欺负我，你死定了！毛亮，鬼鬼祟祟看什么呢？想进去看看？别做梦了，赶紧上课去吧。走了啊。